台中梨山的这个嘉阳部落发生森林大火，这场火已经烧超过24点钟，烧掉3公顷的造林地。空勤乌鹰直升机到德基水库去载水，飞到火场去夜水拍火，来回是飞28抓。这一路都要劈开袂少的高压电塔，甲这个电缆线，抢救是真艰难。目前消防队已经控制火势，但是火也是无完全拍化。乌鹰直升机载水里拍火，附近有真侪高压电塔甲电线，拍火加真困难。直升机往回飞28抓伫拍火，这场森林大火已经烧超过24点钟。风一个吹，火探了真紧，为空中来看，梨山地区拢是火焰。这个大火强起去烧到附近的果子园，和农友真烦恼。要赶快灭掉，不然火势会越烧越大。那目击者是说，他本来要去看他的工人整地，然后他上去的时候就已经发现火势很大，有询问是不是他的工人整地所引起的，他说不是。火已经控制掉了啊，不过已经有3公顷的造林地被烧去啊。在火场的南侧呢，我们已经控制了。北侧的部分呢，目前还有一些火焰，正由空中就是直升机。那待会国收的西机也会进场，会再持续的进行空中水线的一个灌救。火烧厂的地点是林务局收回来林班地，被烧去的大部分是草啊，甲较细丛的树啊。除火原因，就要等到火完全拍化了后，才有进一步的调查。